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。这一期咱们聊一下这个毕马威他出了一个报告，关于2026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观察报告，对这个中国的经济上半年运行狀況做了一個總結，然後對未來有一個展望。這個畢馬威大家都知道全球頂尖的專業服務機構之一，如這個德勤普華永道還有安永是4大會計師事務所。畢馬威出了一份報告，那我們看看他這報告怎麼說的。2026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實際 GDP 同比增長4.7%，這個早就公布了這個也位於咱們的目標區間呢，4.5%到5%之間，沒有超出這個範圍，還是符合預期的這個增速目標區間。但是這個隱憂在哪兒呢？隱憂是二季度增長動能明顯放緩，就是一季度漲得還可以，但是二季度單看二季度 GDP 同比增長4.3%，已經在這個4.5%和5%之間，這個一掉出這個區間了，對吧？這是個不好的現象。環比跟一季度比那增速下降了0.7個百分點。為近10年同期低值，就是簡單的理解就是這10年來這個是最差的一個情況之一。這從這個就咱們就看 GDP 也看到這個隱憂二季度的明顯的放緩，是二季度實際經濟增長放緩，原因是什麼呢？主要受2方面因素影響。第一個是中東衝突導致大宗商品供應鏈中斷，擾動上游企業生產節奏，同時輸入性成本壓力走下，下游製造企業投資意願。什麼意思呢？就是原材料漲價，導致這個下游很多製造業它處於一種就觀望，這是第一種可能第一種原因就是由於這個中東那邊地緣政治影響，大宗商品供應鏈受到擾動。第二個呢，那就跟咱們國內有關係，叫擴內需政策力度與效果低於預期，地方償債壓力上行，政府投資就是國際大氣候，國內小氣候都不咋地，民意在回暖二季度 GDP 同比增速4.3%，比一季度慢了0.7個百分點，但名義 GDP 增速卻到了5.9%。什麼叫名義 GDP 呢？名義 GDP 就是考慮物價，考慮價格的變動應該這麼理解實際 GDP 呢，那就是價格是相對固定，但是由於比如說你統計週期裡面這個價格是在波動的，對吧？如果按照這個價格波動，那個實際價格那就是名義 GDP， 名義 GDP 增速到了5.9%， GDP 指數時隔12個季度首次轉正，平減指數就是用那個名義 GDP 比上那個實際 GDP， 這個反映了什麼情況呢？實際上我們這說通俗一點就是反映出來就是物價不再跌了，物價不再跌，但是我們真實的生產和消費反而走弱了，價格是不跌了，但是也沒人買了，也沒人賣，就是這個生產和消費反而弱了，這個大家就明白了其實是很多企業在這種狀態下是最難受的，就是拖出產價格似乎漲了一點，但是訂單沒有多，訂單萎縮了，你漲價那消費它就不行，成本因為油價被推高，利潤反而更薄了，這對企業來說是最難受的。這個畢馬威的報告裡面也印證了這一點，購進價格指數還在擴張，出廠價格指數卻已經連續2個月低於榮枯線，你往出賣的價格還在往下走，但是你進貨進原材料的價格還在擴張，這個企業那麼一點點利潤全部被吞噬掉了。中下游企業盈利壓力劇增，那中下游企業盈利壓力劇增，他就想的就是叫開源節流，降本增效，那叫裁員。所以說經濟數據從來不是鐵板一塊，而是一幅明暗錯的拼圖。所以上半年我們感受得到的就是物價好像沒怎麼跌了，甚至有的商品價格還在上漲，但是企業日子是越來越難過，大家是越來越勒緊褲帶，那就是內需不足。二季度出口同比增長20.1%，所以這個就是太棒了，就是
我们的出口啊，不是2位数增长，而是20%的增长，什么概念？而且这个增长里面啊，是叫什么？硬科技、新技术、高附加值的这种是主力，就是 AI 算力硬件和新能源車是绝对主力。集成电路2季度出口同比暴增111%，就翻了1倍。存储器出口上半年激增219%，就2倍。存储器啊，6月单月集成电路已经超过所有品类，成为中国单月第1大出口商品。这个要得益于啊，这个中美2国啊，在 AI 硬件这块的投入、算力的投入。你看这个美国的这几大科技公司是吧？把它们加到一起，这个在 AI 这塊硬件，這個叫資本投入都是上萬億美元，對吧？今年1萬億，明年還是1萬億。那這個東西它變成什麼？它不就變成這些什麼，對吧？集成電路、線路板、存儲器，最終是要買這些東西，對不對？要去方方面面啊，反正是有錢出來了，1萬億美元。那中國好像也是幾千億人民幣。所以我們反過來說啊，如果真的 AI 這個泡沫一破，那這一塊恐怕也就沒了。夢幻泡影啊，如露亦如電。但是，所以我們希望這 AI 泡沫不要破啊，這些還得再搞幾年。所以說 AI 這波浪潮啊，實實在在的反映在了海關數據裡。所以咱們就看到有些上市公司啊，確實的，它的利潤增長100%、400%、500%，那就是這跟這個相關的出口增加暴增了。但是啊，這個是出口啊，那內需這邊呢，就是出口有多火，內需這邊就有多尷尬。內需這頭是另一番光景，一邊是海水，一邊是火焰。固定資產投資2季度同比是下降9.7%，其中基建從1季度的增長9.2%，直接掉到下降8.6%。1季度啊，基建還是增長將近10個點，2季度就直接啊就掉將近10個點。房地產投資2季度是下降23%，跌幅比1季度擴大12個百分點，就是房地產還加速下跌。消費也是承壓，2季度同比只增長了0.2%，這個咱們社零數據咱們經常說啊，實際上你把價指數給去掉的話，那社零是在下降的啊，是在萎縮，這就造成一個叫出口在狂奔，內需在打盹，這種冷熱不均啊。在宏觀層面叫做外需強於內需，在微觀層面就是沿海電子廠，就是我們看到的，就是沿海的電子廠加班加點，而內地的建材商找不到客戶，紛紛在關門。這個我們以新能源汽車為例啊，對吧？你看那個新能源汽車出口，它也是20%幾的增長，但是啊，新能源汽車在國內的銷售呢是2位數的下降，連續10個月啊。都是10%幾、20%幾的下降，哎，不能叫新能源汽車，叫怎麼叫乘用車，就是燃油車加新能源汽車。新能源汽車跌在國內啊，跌的要少一點，也在跌啊，但是燃油車跌得更厲害，兩個合到一起，每個月都下跌10%幾、20%，已經連跌10個月了，這就是內需啊，反映在這個汽車上面，車子根本就賣不動。大家也知道，只要車子一賣不動，大量的經銷商就面臨倒閉。大量的二手車車商面臨倒閉，車子一賣不動，那汽車就必須降價。你不降價，這個汽車，你要知道它都沒地方放，對吧？那一輛車得佔多大地方？你說1萬輛車，你得找倉庫啊，找庫房給它放，那得，對吧？庫房還得花錢。新車如果你扔在那個野地裡啊，那1-2個月那就車都沒法看了。你扔在爛尾樓，那車就不要了。所以說你想一想吧，對廠家來說，他必須啊降價，把它壓到經銷商那兒去，讓經銷商你把它拿走。經銷商怎麼辦呢？拿走之後塞到他的庫房塞不下，只能到處亂塞，他賣不掉啊。那你說經銷商他能活得下去嗎？經銷商最後的就是捲款跑路關門。所以說你看上半年啊，那個暴雷的經銷商是不是越來越多啊？好多大型的連鎖那個經銷商啊，排名在國內這是頭部的，都活不下去啊。現在那個汽車和房子是一樣嘛，就這玩意兒你造出來賣不掉，賣不掉就要出大事，賣不掉就表明這錢吶堆在這兒，就是形成資產沒有辦法變成錢，流動不起來，擊鼓傳花傳到你這兒，
你沒有辦法把它傳到下一個，把它變成錢，那就在你這兒爆炸。所以呢，那厂家呢只能降價，对吧？降價還賣不掉，导致什麼呢？导致二手车站暴雷。那新車的降價了，你收的那二手車，那不褲衩子都赔飞了吗？是吧？你看，你比如说那宝马啊，宝馬5系好像才28万，那你说你那二手车贩子怎么办？对吧？你上个礼拜收的宝馬二手的还是30万收的，你人家现在新車賣28万，所以你看好多做平行车的、做进口車的，对吧？还有二手車的都在关门啊。这比如说这个反映在新能源汽车这块，就是或者反映在乘用车这个汽车市场，就这么个状况。房地產咱們天天聊，大家都知道，房地產就更是大量的4代住宅出現，這個4代住宅賣的價格還便宜，對吧？就是折算下來啊，實用面積你要這麼算的話，它比那個前面那老房子都要便宜，新房子比老房子還便宜。那你說老房子它能不降價嗎？老房子還在那硬挺，這些二手房房東啊，如果想賣就得趁早賣，因為你越往後你越吃虧，越可能賣不掉。因為越來越多的新房子4代住宅它又變成二手房，又在賣，人家還可以降價，人家比你那個10年前20年前交付的房子要好得多，實用面積大得多，對吧？人家80平的，實際上它實用面積100多平啊。我們接着說啊，總體上內需啊，這個上半年就表現的就更加讓人擔憂啊，就是這個背景還是在我們政府的吧，想了很多辦法刺激消費。擴大內需，什麼政策一套又一套，比如就像救樓市啊，一個政策接一個政策，但是沒什麼效果，對吧？這就是最大的問題，已經起了抗藥性。那麼畢馬威說的啊，第3個就是 K 型分化，我們比較關心這個 K 型分化啊。畢馬威的這個報告裡面反覆提到一個詞叫 K 型分化，具體表現在4個維度：外需強於內需 ，K 型嗎？向上那條腿就是外需。向下這條腿就是內需，新產業、新興產業好於傳統產業，那就是向上那條腿就是新興產業，向下這條腿就是傳統產業，或者向上那條腿就叫硅基，向下這條腿就是碳基，對吧？就你就這麼分就完了。向上那條腿啊，你按地域分，那就是長三角；向下這條腿，那就是其他地區啊，長三角加珠三角加北京，完了，這是向上那條腿。向下這條腿就是其他地區，越來越明顯。服務業猶如工業，高能級城市房價企穩，而第一線城市還在跌，不就剛才說的嗎？一個道理啊。北京加上長三角、珠三角，你看長三角就是上海嘛，杭州、蘇州，對吧？這些地方，珠三角就是廣州、深圳，以那為中心。房價這塊啊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廣州這些地方，它房價穩沒穩？這個兩說。打一個問號，但是這個你不能否認，這地方房價它還是有流動性的，也就是你要賣能賣得掉，對吧？你降價，你打9折，保證能賣掉，就是現在市場價啊，你打個9折，有人要。這個幾個之外的城市啊，你打折都不一定賣得掉，沒有人問，你掛個1年都沒人問，會出現這種情況，沒有了流動性啊。畢馬威他是從剛才這4個角度，4個 K 型分化，對吧？用這個4個 K 型分化反映當下中國經濟的一個圖景，相對立體的一個圖景。高技術產業投資上半年增長4.6%，高出整體投資10.3個百分點。裝備製造業2季度逆勢走強 ，AI 和新能源產品是主要拉動力。反過來，房地產、傳統建材、非金屬礦物製造這些老賽道，哎呀，就是碳基啊。數據一個比一個難看，問題是高技術的體量還不夠大，新興產業漲得快，但是啊，它填不上傳統動能收縮留下的窟窿，這是轉型期最棘手的結構性矛盾，新枝抽條的速度趕不上老枝枯死的面積。這個我最近我看那個李稻葵有個視頻啊，他就是對這種發展提出了一個質問，就這種發展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啊？就是他從那個李稻葵的那個說法裡面啊，你一味的強調啊新質生產力，而忽略了這傳統的，實際上你是忽略了大部分人的感受，提升了大部分人的感受，而發展一小部分
這個他認為也要打個問號。當然，這些都是一家之言啊，如果感興趣自己去看。問題是啊，就是高技術的體量占比還是小。那麼毕馬威他的報告裡面啊，也是重點拿房地產說事，就是房價分化更典型。一線城市新房價格環比2月就轉正了，此後一直正增長，二手房也是量價齊升。但3、4線城市還在靠降價維持流动性，去化周期超過30個月。高能级城市在修復，低能級城市在挨凍，這種分化短期不會消失。我倒是覺得啊，應該把這畢馬威這個房地產這個報告觀點給它調整一下，不是什麼高能级、低能級，這個分法啊，有點这個不太準確。房地產這樣啊，應該叫豪宅和普通房子。剛需，豪宅是 K 型那條腿，豪宅的表現就是日光，對吧？一出來就沒了。貴，對吧？30萬一平，5000萬1個億一套，這種房子是 K 型的那條腿，只要一出來就沒有了，秒關。而那些剛需房是不是啊 ？K 型向下这條腿往下出溜，剛需房的表現就是價格還在陰跌。畢馬威認為啊，資本市場這兒就是股市啊，2季度走出了 AI 主線的極致行情。科創50單季暴漲76%，電子和通信行業分別漲了90%和66%，完全是全球 AI 算力投資的共振。这個剛才已經說了，你不管怎麼說啊，一個行業1萬億美元，再加上中國的幾千億人民幣扔下去，這還是中美兩國啊，你還沒算其他國家啊，都不提了，這麼多錢扔下去一個行業。那表現在我們這兒，因為我們這是工廠嘛，对吧？那你這工厂這相關訂單就接到手麻。畢馬威也說啊，但7月之後啊，畫風突變，半導體板塊急跌，費城半導體指數半月跌了18%，韓國綜指跌了23%，觸發熔斷。A 股的科創50和創業板回撤20%以上。問題出在3個層面疊加，通脹抬頭引發加息的擔憂。頭部企業計劃出售富餘的算力，動搖了算力稀缺的共識，以及前期交易太擁擠，3重壓力一碰，高位籌碼自然鬆動。不過，畢馬威的報告判斷也很清醒，這不是產業趨勢的逆轉，而是過度上漲後的正常修正。AI 產業還在早期階段，算力需求的長期邏輯沒變，只是接下來就有沒有真實業績支撐的票。會被市場區分得很清楚，也就是那些講故事的，全靠講故事的，恐怕就比較麻煩了。你把100年以後的業績都給透支了，你這樣的企業它能不跌嗎？第4個啊，基建投資，2季度基建投資是負的8.6%，和1季度正的9.2%，形成了巨大的落差。原因不是政府不想花錢，而是花錢的節奏被各種因素打斷了。一方面，4月份國務院出台了投資審批新規，首次明確政府投資項目決策終身負責制，地方上對項目審核一下子謹慎起來，錢就花不出去了。以前地方領導一把手那就是花錢，花錢才有 GDP， 這個 GDP 只要一出來，我這個業績一好，我就調走了，是吧？升了，只是後面啊3年以後這個項目黃了，爛尾了。或者怎麼着了，對不對？或者效益不好，那跟他沒關係啊。現在終身負責制什麼意思？就你調到哪兒去了，這個項目當年是你批的，你都要負責。你就是調到別的省去了，當年你在这個省批的這個項目黃了，或者產生這麼負的作用，是吧？你都還要負責，這叫終身負責嘛。所以這個那大家就小心了，不敢亂來了，不能為了眼前的這個 GDP 亂批，對不對？所以這個。你審批謹慎起來的，發現就好多錢就不應該花。過去叫管殺不管埋，現在呢，另一方面，政府性基金收入2季度降了26.5%，土地出讓收入同比下降了38%。就土地收入在那個低基數啊，就是從2021年開始一直在下降，對吧？每年都是2位數下降，結果2季度啊，這個土地收入下降還38%，那就是加速啊。賣地收入銳減，現在賣地收入是以前的零頭。專項債發行也慢了，2季度發行進度只有18%，去年同期是24%。兩項加在一起，2季度支持基建的財政資金
只有2.2萬億，比去年同期少了0.6萬億，这塊錢也少了啊。不過說下半年啊，大概率会補回來。報告測算，下半年廣義財政融入基建的資金可達到5.3萬億，比去年同期多0.8萬億，還有8000億政策性金融工具待投放。基建投資的修復是下半年投資端最大的看點。剛才已經說了啊，只要你國務院這個投資審批新規啊，實行終身負責制，那這個投資它就不太容易上去，沒那麼容易啊，因為誰也不敢亂簽字。所以最後啊，這個畢馬威這個報告總結啊，他說啊，第一，服務消費在替代商品消費成為新的引擎，上半年服務零售額增長5.3%，商品零售只有1.1%，居民消費從買東西轉向買體驗，這個結構性變化是持續的，這個我不認可啊。這個實際上現在什麼，就是也就類似於新舊動能轉換一樣。現在服務消費增速快什麼意思啊？服務消費主要是指這個，比如说旅遊、高鐵票、飛機票啊、火車票等等啊，運輸、旅遊、文化這些東西啊。有時候大家這個對吧，在其他的消費啊在萎縮，那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呢，在這種當下啊，他願意出去走一走看一看，買個这個開個什麼新能源汽車是吧，去旅行，那麼在這塊花費啊就多了起來。但是啊，你千萬不要被這個數字迷惑，總量是在增加，但是人均花費是一年比一年少。对吧？這個從那個每個什麼端午節、國慶節、五一假、小長假，人均每天花費只有110塊錢，而且還在萎縮，這就是一個趨勢啊。也就是等到人數啊增長不動了，就出去玩的人就那麼多了，然後大家就退潮了，就是玩也沒意思，就都回來了。這個人數下降，而且這個人均它本來就在萎縮的，那這個就像潮水呢啊，現在是漲潮時期。它馬上就要退潮，所以服務消費這個現在看漲得還可以，它是漲潮期啊。為什麼說它不可持續呢？就是人均消費在下滑，說明大家是勒緊褲帶出去玩。那你說勒緊褲帶出去玩能玩多長時間呢？玩一玩就累了，玩一玩就沒意思，就不去了。現在你看各個景區啊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關注啊？現在最火的是各個景區搞那個什麼 NPC 是吧？就是一幫這個演員呢，扮演各種角色是吧？一般的是影視劇或者是一些什麼角色，完了是跟那個游客互動啊，對吧？大型的啊，游客跑去買個票，然後進去之後在那兒看各種表演啊，類似這種真人互動現場。以那個河南萬歲山啊的這個好像那個先火，現在各個景區都在搞這個，這個就是一陣風啊，刮完了就完了，就大家就覺得無聊对吧？去玩玩，哎，各種 NPC 互动，說明什麼？說明景區都沒辦法了，對吧？一個是高度複製，有一個地方搞火了，大家都學，因為都沒有賺錢的路子。第二個呢 ，NPC 這種就是反正叫什麼沉浸式體驗，然後他也不用花錢，有好多人願意，對吧？這就是窮玩窮樂，這就和小時候啊，咱們自己扮演各種電影一樣啊。你大家回憶一下，年紀大一点的人都知道吧？現在的小孩不知道了啊，因为现在小孩喜歡玩遊戲啊。我們那個小時候就各種扮演角色扮演啊，對吧？有人演日本鬼子，有人演那個八路軍，啊，有人演皇帝，有人演那個，對吧？這個大臣，就是一放學，小時候一放學就一村的小孩，對吧？就玩這些東西打仗。實際上這個景區啊，這種 NPC 實際上就把這種天性把它釋放一下，實際上就是也不花錢啊。我記得這個咱們講水滸的時候啊，2023年咱們那時候講水滸傳。對吧？咱們就說這個各個景區啊，可以搞這種大型沉浸式體驗，就是你來扮演劫匪，對吧？有人扮演這個商客被你搶，對吧？有人扮演宋江，有人扮演，反正就是你交錢，對吧？來沉浸式體驗幾天，嘗一嘗啊，當土匪的這種大碗喝酒、大塊吃肉這種感覺是吧？你看現在各個景區就開始這麼幹，這反映什麼呢？我剛才說了，就是實際上反映這個服務消費，對吧？現在是一個叫潮水呢，正是漲潮期。但是我們要看到每個人一天花的錢，就覺得心裡涼了半截，就這個走不遠。慢慢的，因為只要你不花錢，這東西景區它不賺錢。
景區不賺錢，一發現賺了流量不賺錢，那慢慢的就不行了，熱情就沒了。那些互動的演員 NPC 那些演員呢，現在都是好像一天400或者几百啊，800，有的时候一天給1萬，就是那个有的演員名气大，对吧？他本来就是这影视剧哈，就是娛樂圈裡面比較有名的，現在跑到景區去幹這事，對吧？那個我記得那個60多歲的大叔叫什麼？在那個杭州那個景區還暈倒了，當時表演就光暈倒了啊，中暑。很多明星啊，他也接不到戲，沒有收入，只好跑到各個景區去走穴，去 NPC， 然後一天5萬、10萬的。這當然了，跟着他名氣啊。那普通的演員呢，有的是一天1萬，但是沒有名氣的啊，那恐怕就是500一天。你就在那兒，你也穿個什麼漢服，或者你就拿着再裝個秀才什麼，反正在那跟遊客互動。但是這個都要花錢，是不是？最終他靠這個就吸引那個遊客來，還是需要遊客花錢。如果游客來了之後花的錢達不到預期，那他這種模式啊就玩不下去了，搞個1年，又是褲衩子都噴沒了，接着就繼續萎縮，是吧？現在你看啊，那個萬歲山為什麼火啊？萬歲山就是便宜，你到景區，它裡面所有的東西跟大街上賣的是一樣的。你比如說那個吃的包子啊，大街上賣1塊錢1個，景區裡面也賣1塊。礦泉水大街上賣1塊1瓶，他那兒也賣1塊1瓶。萬歲山啊，剛開始打的就是這種親民低價，然後去樂呵，對吧？那些演員工資也不高，恐怕也就300-400塊錢一天，這種低成本運營還能搞得下去。但是中國就這樣啊，你這麼一搞，流量一大就不行了，遊客的體驗就差了，這就是個矛盾的，對吧？是悖論嘛。客流一多，人流一多，那你去你體驗肯定很差。你本來有一些地方你想去看看，結果你要預約排隊進不去，失望而歸。地上垃圾，對吧？因為你沒錢呢，你又賺不了什麼錢，沒有辦法提供更好的服務。地上垃圾到處都是，對吧？就會導致體驗很差，體驗很差，慢慢的口碑就，所以他到一個頂點他就要下滑。然後這些演員呢，他還要漲價，哎，覺得你看我們名氣這麼大，粉絲這麼多了，對吧？他們還直播啊，流量這麼大。你不給我漲價，我就去別的景區了，別的景區挖，反正就是，所以說這個內捲啊，我只是說這個例子啊，就是說，這都屬於服務消費嘛。那服務消費這裡面這些東西它能長久嗎？實際上長久不了，因為歸根結底穿透下去是遊客他沒錢，遊客想花最少的錢去窮遊去樂呵，沒錢，對吧？歸根結底是收入跟不上。有錢了是吧？那大家都願意花錢買體驗，花錢買享受啊。這是他說的，這個畢馬威說的啊。居民消費從買東西轉向買體驗，無論是買東西還是買體驗，前提是有錢，不要搞錯了，對吧？就像去年前年網上喊的，對吧？什麼為情緒消費，什麼拉布布是吧？就那些，說你們看不懂，這玩意就是為情緒消費，年輕人啊願意為這個花錢，現在呢？年輕人也不花了，為啥？你讓他花好幾千買個那玩意，他沒錢呢，是吧？這不就才2年時間就打回原形？你現在賣99，人家都嫌貴，沒錢嘛，對不對？最終無論是你買東西還是買體驗，最終是要你有這個消費能力，你口袋裡有錢，口袋裡沒有錢，你怎麼從買東西轉到買服務？這就是沙灘上建高樓。第二個呢，說社融結構在變，企業債券和股票融資佔新增社融的比重，從去年同期5.8%躍升到11.3%，幾乎翻倍。直接融資在取代信貸，這是金融供給側改革的方向，也是 K 型分化在資金端的映射，這都不是好現象啊。為什麼呢？股票融資，你看看，就是紅綠市場，靠紅綠市場的融資佔比越來越高了，那你說？那不就要我們這個金融消費者要愛心就獻得更多嗎？對吧？你要這麼想，你千萬不要想着說，哎，讓這個紅綠市場的金融消費者他賺得多，不是這意思啊，是你要捐得多，因為要通過這個來融資了。企業股票市场的融資啊，來抽血，供這個新興生產力，对吧？新質生產力發展，不是去銀行借錢。你說宇樹科技，你要跟銀行借錢，他能借多少？他借不了多少錢。
它沒有什麼，對吧？固定資產，它沒有什麼地，它只能去紅綠市場，對吧？發行價一上市1100，這玩意兒也只能在紅綠市场去整啊。你跑到銀行去跟人家借，你說，哎，我們这估值4000億，你给我借2000億吧，銀行給嗎？瘋了差不多是吧？哎，資本市場就給，這麼多人獻愛心嘛。所以說千萬不要，你看這畢馬威這麼說啊，感覺好像是件好事，實際上作為金融消費者來說，那你就感覺后脊背發涼，對吧？以後你要献愛心的地方又多了啊，力度要加大。第三個啊，擴大消費，“15+5”規劃首次提出了定量目標，2030年市盈達到60萬億，年均增速3.7%左右。有目標就有考核，有考核就抓手。下半年促消費政策落地效率值得期待。這個就是有點胡說八道了啊！这就不了解中国。有考核有 KPI 是沒錯，而且可以肯定必須達到。只要上面啊定了目標，對吧？到時候年底一定會千方百計的完成。問題是，你的初衷是什麼？你的初衷是指標，還是說真的解決問題？如果僅僅是指標，它一定會完成。但是問題肯定是解決不了，对吧？你要想讓社零數據在3年以後達到60萬億，每年是3.7%的增長，能做到，你得把指標改一改嘛，对吧？這不就數字遊戲嘛？你 GDP 定了5%，那它每年不都是5%嗎？就能完成嗎？一個道理啊。問題是你這個真正的60萬億是老百姓願意把錢掏出來買的嗎？還是說你把數字改一改？就問題在這兒。你別到時候搞一個，对吧？老百姓你不消費，我政府我來消費，那算什麼呢？對不对？我来幫你消費，把這數給補上。第四個啊，說央行在短端利率調控上做了2個重要創新，收窄利率走廊，新增隔夜逆回購操作，這是貨幣政策從數量型向價格型轉型的具體步驟，精細化調控取向非常明確啊。這個說的就是放水啊，放水收水，那個水龍頭擰的啊更加精細了。以前就是亂擰，對吧？現在就擰的更調的更細，就這意思。那有啥用呢？回頭來看，這份報告描繪了中國經濟第3季度啊，就是畢馬威這個報告啊，第3季度一邊是 AI 新能源高技術製造星辰大海，一邊是地產傳統消費第一線城市陣痛轉型調整。這個說的沒錯啊，這方向也是 K 型2條腿了，對吧？一邊是海水，一邊是火焰。我們的第3季度，對於企業和個人來說啊，認清自己站在 K 的哪一側，比預測宏觀數據重要的多。哎，我覺得這句話說到點子上了，就是我們與其研究這個宏觀經濟啊，研究微觀經濟，研究紅綠市場，研究房地產，我們不如研究自己啊。我們是站在 K 的哪條腿上？你是哪條腿？你是哪部分的？如果你是 K 型往下出了那條腿的，你想辦法啊，想辦法站到 K 型那條腿上去。這是我們個人啊，這個在當下生存之道，就是你如果想讓自己活得好一点，你就叫順應潮流，適應形勢，對吧？既然現在大家都把你看，美國和中國都真金白银的往這個人工智能上這砸錢，对不對？英偉達、谷歌、Meta 是吧，都在真金白銀砸錢。這兒有錢，那我們就往這兒站。即便你站不到這兒，那你要離這近一點呢，對吧？你喝西北風，你方向都站錯了，你对吧？一口都喝不着。你說我站不到風口，至少方向要站对，能借點風，是不是？在這個泡沫破之前，你先搞它2口，只是破了以後，对吧？破了以後是所有人都買單啊，千萬不要以為這個 AI 泡沫一破，哎，就那個硅基的買單啊，我們碳基的不買单，你搞錯了啊！買單的时候也有你，好處沒有你啊，就好處還到不了你這兒，但是一買單呢，你還往往你恐怕還在前面啊，你得搶着付賬。所以我們要搞清楚，是吧？我們想辦法，对吧？從現在就開始行動，趁這個泡沫還沒破，你想辦法站到那條腿上去，蹭點流量啊，沾點光。好，這期節目啊，咱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評論，謝謝大家。